还是要看现场了。如果说底下都已经没有人的话，那个拆除就不见得一定，但是还是要从上面拆啊。所以如果底下都没有，都已经所谓的净空了，那就是循正常程序去拆就好，就不用大会周章那个。但是它拆除的程序还是拆除只是为了说搜救方便，还是为了什么？就是说让它的结构物更稳定了。如果说万一它里面有人，那它又没有办法确定要用机械开挖的话，因为毕竟用人工，它那个比如说它打一块板可能要打2个小时。是。那你如果说里面有很多那个，你打了10块板就20个小时因为它也不是说像我们说一大票人进去，不是。那你这样的话，那你要救到什么时候？你当然是用大开挖的方式，用怪手进去会比较快。所以是减轻重量就对了。对，那如果说必须要去做开挖的时候如果说到最后已经确认人都不在了，那这样就是开始用正常的程序，我就把房子拆掉这样。所以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先从上面楼层拆，然后慢慢把整栋房子把它拆掉。对啊，那本来就应该从上面拆然后再来搜索下面的部分嘛。没有，那个是说，如果底下还有人的部分，是。为了加快速度的话，可能会建议说从上面拆掉一部分。那刚刚有听到县长说，今天要把搜救的部分完成，这个部分是，我想理想是，因为那个不是，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讲说你想进去，那个不是说正常的房子，你说我要因为那个1个小时内就要把它进，那个不是啊，那个是那里面你们没有看到，那里面需要的空间也是只有10公分、20公分，那你看到又怎么样？了解。上一次那个围观那个不是为了救一个人20个小时？是，因为它的空间不足够让我们去的。所以这个跟正常 normal 是不一样的。正常你可以说，我实际上开玩笑说，你走这边到那一根灯杆10公尺，几分钟，1分钟不要。可是当时围观的时候，我进去，让这个距离，当然去走这个距离，我走了10分钟。那个用爬的，用那个钻的10分钟。是，你看。1公尺1分钟，你1公尺1分钟，我这跨出去就是85公分的。是。可是你知道说，用钻的那个，所以情况不一样。那也是他的理想。是。那拆除上面会影响到下面吗？会影响到下面人员吗？因为拆除毕竟会震动。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会震动所以那个如果说底下有人在那个拆除的时候，底下一定不会有人。是，了解。那个拆除你说实在，手的电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的。对。所以拆除的时候一定是没有人在里面。搜救人员一定不会在里面。埋在里面的人是我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不做。是。对，了解。到最后了，如果是到最后的手段。好。